继续来到这是南投水里的消防分队，一尾1.5米长的溜缩入去这个消防队，这真正是自投罗网。讲这尾蛇真有力咯，弄开这个铁柜的门，参这个消防员完了带一条。向队员暗时伫值班台接电话，熊熊出现一条2公尺50公分的蛇，队员带一条，赶紧叫同事提捕蛇的叶仔来掠蛇。学弟说有蛇，他说值班台，我以为他开玩笑，后来发现那个缝就真的有一条蛇。蛇尾入去角落内底，消防队员摕手电仔想要看清楚伊的位，想要到蛇熊熊甲铁柜仔的门弄开，队员赶紧摕去后壁。这人是冲出来，一条，行一条。消防队员一人一支捕蛇叶仔，真无简单，甲蛇的头壳尾拢掠起来，不过蛇的力量真大，直直量想要走。消防队员用一寡时间才甲蛇掠入去人仔内。这个门很容易就可以打开吗？前面有点卡住，还是要点力量啊！哦。对啊。因为热天是蛇活动的季节，不过蛇走入去民家厝无稀奇，家己走入去消防队轰掠，连消防队员拢无拄过这种代志。有没有想到说消防队会有跑蛇进来这样？没想过哎，自己的经验里面有遇过吗？没有，第一次。根据了解，这是一条保育类无毒的黑白银蛇，消防队已经将蛇交予县府的农业处处理，后续会阁找适当的时机来甲蛇野放。观众朋友，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们做了吗？那就是赶快来订阅我们的 CH52华视的频道，而且记得哦，一定要帮我们分享、按赞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